高雄大寮20-30年前嘛有真侪连角田，也过因为台北线通车了后，当地种连角的面积就在消失，目前也有搁咧种连角的面积只剩1/10。当年9月至12月，甘明西甲牵手拢会透早，天都还未光，就过来挽连角。大概5点开始，然后都采，大概要采3个钟头，3个钟头以上了。这大片的连角田本来是甘明西的爸爸种的，伊的爸爸坐火数了后，伊决定接手继续种作，无想要喷伤侪农药，改用苦地铺做天然的防治，嘛用人工的方式来清除腐朽粒。甲采收好的连角再转去处理，这个连角经过几落摆清洗了后，无够熟的，伊就会浮出水面，甲卖相看起来无好的做伙剔掉。会当通过品管的，就放入去大鼎开火吹油色。时间一个到，鼎挂拍开，赶紧把烧好好的连角摕出来，铺伫桌面，一个一个开一空，方便会当食到完整的连角。是安怎练才会当甲开连角做甲这么紧，阁袂伤到家己？甘明西讲，伊嘛练真久。紧的时阵出腿哩，安尼就抬落啊！啊，伊这尖啊，扑哇，夭寿！落去，我原本扎铁布个扎的，念的哇，这有够费气的。我说你这安怎用来袂听嘛，袂过嘛，哦，我就用安尼。安尼一盘100啊。20多年前，伫台88线兴建进前，高雄大寮地区有50-60公顷的连角田，啊，毋过道路完工通车了后，道路边的农地一块一块消失去，目前敢若剩差不多6公顷。甘明西因兜的连角田虽然无因为台88线添好平，啊，毋过最近这几年因为边仔的水沟工程嘛缩小面积。爸种那么久了，人家一个盖水沟，我们家一小块就要被征收走了。啊，明年说什么？明年会说哦，我要重新土地规划，啊，我这边地要被割一半走，啊，在后年呢又要盖什么啊，就没了。整个10多年啊，2022年通过宽屏，预定2025年开工的国道7号也经过大寮，对各种大小建设的规划甲进行，连角田还佫会当伫开发的脚步中留偌济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